原地国教署规定，公立幼儿园一班24个学生爱配2个教师。不过有幼教团体就出来抗议，讲真济公立幼儿园为着要省经费，定定咧软空帮分配师生。第数一个老师就要家己带一个班。半个班10几个学生的乱象，今仔日阁去提交陈情书，要求国教署甲各县市的政府就要落实平均分配。幼儿教育团体拜三伫检察院头前抗议，准备要甲陈情书交予检察院，因为因不满国教署和各县市政府伫公立幼稚园师资分配顶面去滥发几个空棚，造成一个老师佮10外个细汉囡仔无人替手，嘛无违规的现象。那假设说今天这个公立幼儿园，它招收了36个小朋友，就变成了一班是24人，另外一班就是变成12人。那24人的这个班级，当然一样维持2名的教保服务人员。那12人的这个班级，就是只变成了1名教保服务人员。照国教署的规定，一班公立幼稚园上侪会当收24个学生，若超过12个学生，一班爱有2个老师。有的收到36个学生，照理来讲是拆做2班，一班18个2个老师顾，等于爱请4个老师。不过有的县市政府会让空棚，甲36个学生分做一班24个，一班12个，安尼一班请2个老师，另外一班只要请1个老师就会使，造成顾12个学生的这个老师连去便所的时间拢无。真正的老师真正较有责任感的啊，伊就会想讲，无我先尽疗好啊，等囡仔拿咧食饭的时阵，我才去便所。但是安尼相对来讲，安尼做伤身体。以我家己的经验是，我捌因为安尼去住院。出面控诉的这个教保员，因为惊互人点记做记号，无方便面对镜头，伊嘛指控长期的师资乱象，一定造成伊的身体袂堪治。对此，国教署捌以公文回应，建议各县市政府爱以平均的人数来分配师资。只是这款回应又到团体无法度接受，因建议国教署爱有实际法规去约束县市政府。也若针对这条抗议，国教署是也未做出正面的回应。记者狄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